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11日，你说 You say， 我重视你所重视的。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6章9到15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撒母耳记下6章15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悔改是我们认真改变归向神，是出于对神诚恳的敬畏，也在于致死自己的肉体与旧人，在圣灵里重做新人。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了让人很害怕，一开始经文就说到大卫很惧怕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昨天我们看到昨天大卫呢登基之后，他觉得应该要把大家聚集起来，特别是一开始他就觉得是一个很看重约柜应该要迎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因为约柜在当时候代表着上帝上主的临在的一个象征，所以他其实很慎重，希望从基列耶琳运约柜回耶路撒冷在这个途中，我们知道昨天最后是发生了一件不是那么好一个悲剧在昨天有说到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原来是一个人看为欢喜隆重迎约柜的仪式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愤怒的哦。哇哦，这个当然大卫很害怕这个我的好意怎么觉得变成在神眼中看起来是恶意呢？感觉是这样啦。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看于是大卫他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竟然是祝福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一听就去欢欢喜喜的要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到大卫的城。这个大卫不是原来是害怕的吗？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呢？我们看到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耶和华的临在是带来赐福满满，但到底乌撒的事情发生的是哪里出错呢？我们如果跟大卫一样，一定会再去祷告，只是那时候他一定是到神的面前说，主到底发生了什么错误？赶快回去看看摩西五经里，发现神已经清楚的吩咐祭司要用2根由皂荚木做的杠，用金包裹着，之后从约柜4角的4个金环穿过，然后由祭司扛在肩上才能搬运约柜而不是像用什么牛昨天我们看他们还很有意很用心用一个新的车让牛来拉单，但是这个都不是神的心意，因为这种做法是非利士人的做法。那么神希望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马上去真正的去了解
到底神的话语要怎么样才能够很明白，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坐在摸到神的心意里。于是呢大卫就知道抬耶和华约柜的人呢走6步，大卫就献牛跟肥羊为祭。这是他真正了解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再看看下面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哇，我们看到这里，如果真正懂得这个摩西五经的人里面讲到这个怎么样子来献祭，怎么样子抬约柜，大概有一把冷汗了因为大卫其实他是不能穿细麻布的以弗得的。哇，怎么好像又出错了？可见其实大卫有心要去认识神的话，好好研读神的话，但还是不是透彻。但我们的神看重的是大卫他的心，大卫看重的，我们的神也看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用怕犯错。耶牧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刚信主的时候应该说他的职业是在特种行业里面工作。他所领受认识的神的话是，他要11奉献，他要建神的殿，所以他只要赚得的钱，他就到每一个教会有需要的，他去奉献他的钱建神的殿。因为他从他刚刚信主里面得知到建圣殿是一个很蒙福的事，神没有说什么，但不见得是对的。神悦纳看重他所看重，神看是人的内心。后来我这个朋友越读神的话，他就越毛他越知道，甚至到他后来其实他是成为有人的算是供养的，不是真正的老婆，是人家已经有家室了。当他知道这是违反神的心意，亲爱的大家，你知道吗？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供养他包养他的男人，因为他要活出一个神儿女的样式。那你会说，那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他都拿这个特种行业的钱来奉献给神，那神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说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的是人的内心。当我们的生命刻度不到那里的时候，若我们诚心做一位爱神又讨神喜悦的儿女，神他也看重我们，但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因信成神，不只是成为一人，慢慢长大成熟，我们更要正确认识圣经。这是我们今天默想的我们要诚心要做一位上帝的欣赏人，我们应当要正确的研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和法则。我们要怎么样来更认识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重视我们所重视，即便我们还不是那么成熟，特别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怀疑我们所相信的你，因为有太多的时候
我们跌倒软弱，我们祷告还没得着应许，我们对你的话语真的还不是那么够了解，但主，你没有撇弃我们。当你光照我们一步一步回转归向你，真心悔改的时候，主，你就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为我们一切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主，我们谢谢你，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更成长，一步一步更认识你，以致我们也可以更认识自己，发挥我们是你儿女的那个职分，使人认识那看不见的你，却真实有那个影响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亮点哦，使人真知道是我们的主点亮我们的生命，让他们也来一起被主点亮哦。我们明天见。